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6月11日，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得记2章1到3节。祷告的金句，我们要来读路得记2章2节。有一天，路得对拿俄米说，让我到田里去捡人家掉落的麦穗，我一定会遇到一个肯善待我的人。拿俄米说，你去吧，女儿。有一天，若觉得失去勇气，若真的想放弃，若感觉没有人爱你，好像走到谷底，停下来看看自己怎么了。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，他爱你，他愿意帮助你。抬头仰望，感觉一下他的存在。今天的经文前情摘要是路得记的第1章的前面讲到了有一户人家，他们移民到外地去，离开了故乡，原来是为了饥荒的原因。他们到了摩押地，在那里本来是幸福一家人，出门一对夫妻有2个儿子，但经过了10几年，他们虽然在当地娶了媳妇，可是却失去了3个男人，儿子跟先生都过世了。而这个女主人也是婆婆跟2个媳妇都成为寡妇。当他们在外地，却又听到了自己的故乡是丰收的季节，于是婆婆想到还是回家好。在他们要回家，在当时候交通很不方便的情况下，婆婆开始想到，如果她让2个媳妇一样是比较年轻的寡妇跟着她回去，除了路途遥远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后半生可能要终身都是寡妇，没有办法再出嫁。那么她心不忍，于是辞退他们劝退他们，希望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。而其中一个媳妇叫路得，她舍不得自己的婆婆一个人孤苦无依，她决定跟着她回到她的故乡，而且她愿意跟她侍奉这一位耶和华的上帝。于是他们就一路回到自己的故乡。回到故乡之后，这才是挑战的开始。今天的经文就是开始讲到2章的第1节说，拿俄米有一个亲族名叫波阿斯，既有钱又有地位，是她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。有一天，路得对拿俄米说，让我到田里去捡人家掉落的麦穗，我一定会遇到一个肯善待我的人。拿俄米说，你去吧，女儿。于是路得到田里去，跟在收割工人背后捡掉下来的麦穗。正巧路得捡麦穗的这块田是波阿斯的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，其实挑战才要开始，也就是这2位寡妇，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是不容易的。而当他们觉得好像走到了谷底，好像自己是无能为力的，但却是一个开展新的开始。命运的改变的起步是在于正视自己的现况。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叙述到，路得主动对拿俄米说，让我到田里去捡人家掉落的麦穗。而这个掉落下来的麦穗捡是非常辛苦的，而他却对这一位婆婆所相信的上帝，他是
有信心。他说我一定会遇到一个肯善待我的人。是的，我一定会遇到一个肯善待我的人，我一定可以遇到一位可以让我命运得到改变的这一位上帝。他会安排许多的事情，而我要做的是尽我人能够做的。我们今天开始要来看这段一个命运被改变，一个所谓的新著名的女人，她怎么样因为爱婆婆的缘故勇敢，而她没有看她自己的命运是这样子被决定的。她的命运可能不会被改变，可能一直都是只能捡人家掉落下来的麦穗。而路德他愿意正视自己的现况，他愿意主动起身。我们爱我们的这位上帝，他不是叫我们就是只有两手空空摆着，主啊，你来帮我吧，主啊，你改变我的命运吧。这一位主不是，这一位主是要我们正视自己的现况，而他要光照我们可以做些什么。好吧，我们今天用一首歌，我们来回想，也将自己的心情带到神的面前，来看看自己的现况是如何。而这一位能改变人命运的主，愿意来改变你我，使我们的命运是一天比一天更美。因为这一位上帝是一位美好的上帝，他要赐福给每一位相信他、愿意被他带领的人。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。有一天，觉得失去勇气，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，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，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，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，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。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，漫漫长夜陪你走过，他爱你，伴你一生之久。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，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，漫漫长夜陪你走过，他爱你，伴你一生之久。
亲爱的大家，音乐牧师可能不知道您现在正面对什么事，但这位上帝，他一直关心你，他一直爱你，只是你不知道。这个时候正是你正视自己实况，正视自己的现况，好不好？我们用这个时间，我们来默想。有一天好像走到了谷底，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时，请呼叫上帝，或是请人来帮助，好不好？来列出呼求的名单。第一个呼求的是谁呢？我们可以列出3个，如果你愿意，你也可以把音乐牧师列入，你可以来跟音乐牧师联络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给我们一个邀请，就是主，你知道我们今天愿意来看看自己，正视自己的内心，我们也听到你对我们爱的呼求呼叫，你唤回我们。主，你要用你的爱来温暖我们的心，你愿意帮助我们。虽然在这人海茫茫的当中，我们觉得寂寞，我们觉得孤苦无依，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人在乎我们，但主，你说不是，有人爱，有人爱我们，我们不要轻易说放弃。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温暖，我们记住你必要救我们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开始，就从今天开始。我们明天见。